Hit la someone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熱辣新聞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撳下個鐘仔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7月4號星期六。今集嘅節目先講述一單法庭啱啱判咗，令人非常心酸嘅外傭歧視案件。呢一單新聞涉及一位菲律賓籍嘅單親媽媽，佢叫做 Baby Jane Teodoro Ellis。佢隻身嚟到香港打工，擔任家傭，同好多外傭一樣，對未來滿懷希望，辛勤工作，供養家鄉嘅仔女。點知喺2019年2月嘅時候，佢突然證實患上咗子宮頸癌第3期。對於一個基層外傭嚟講，身患重病已經係極大嘅精神打擊。但更令人憤怒同絕望嘅係，佢當時嘅前僱主，一位巴基斯坦籍嘅女僱主 Jamil Bushra， 係得知 Jane 患癌嘅短短3日之後，竟然即刻採取行動，將佢無理解僱。由於外傭一旦被解僱，佢哋嘅工作簽證喺2個星期之內就會失效，而工作簽證一失效， Jane 就即刻失去咗香港公營醫療嘅資助資格，冇辦法再用廉宜嘅價錢喺公立醫院睇醫生同埋做化療，一邊要面對致命嘅絕症，一邊突然冇咗份工，冇咗收入，仲要面臨流離失所。私家醫院嘅醫療費動輒幾十萬， Jane 當時每日都跌入人生谷底，精神面臨崩潰，經常以淚洗面。好在天無絕人之路， Jane 嘅胞妹 Mary Ann 以及胞妹嘅好心僱主 Jessica Cutrer 喺呢個時候義不容辭咁站咗出嚟。呢位好心僱主 Jessica 事後透露，其實平時已經注意到 Jane 喺前僱主屋企過得好辛苦，甚至連基本嘅食物都唔夠，要成日捱餓，所以 Jessica 之前已經私底下俾食物 Jane。當得知 Jane 患癌仲要俾人無情被炒之後， Jessica 立刻向佢伸出援手，直接俾 Jane 嚟到自己屋企暫住，提供溫飽同安穩嘅居所。為咗解決幾十萬嘅龐大私家醫療費用，胞妹同僱主 Jessica 幫手喺網上平台發起咗一個目標，係65萬港元嘅醫療費用網上眾籌。呢個籌款項目迅速引發咗香港社會極大嘅關注。大批香港市民對 Jane 嘅遭遇感到同情，結果非常誇張，喺短短時間之內凝聚咗高達1000多名熱心人士慷慨解囊，最終籌得嘅總額接近70萬港元，順利超越咗原本預期嘅目標。呢筆錢成為咗 Jane 當時最及時嘅救命基金，令佢可以有尊嚴咁與病魔對抗。Jessica 甚至仲自掏腰包，幫手出錢安排 Jane 嘅仔女專程由菲律賓返香港，陪伴母親度過手術同治療嘅艱難時刻，俾佢心靈上最大嘅支持。平機會隨後代表 Jane 入稟法院控告前僱主殘疾歧視，不過非常遺憾， Jane 最終喺2021年嘅時候不幸病逝，未能夠親眼睇到法庭嘅裁決。佢離世之後，就由佢個妹妹 Mary Ann 以遺產管理人嘅身份代 Jane 繼續進行訴訟。嚟到2026年7月3號，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凌依南終於頒下判詞。法官喺判詞之中直言，事主為前僱主工作嘅時候盡心盡力，雙方原本關係良好，但前僱主卻喺佢確診重病後短短3日將佢解僱，而且直到事主離世都從來冇向死者口頭或書面道歉。法官相信事主當時面對嘅打擊同心理傷害必定非常沉重。法庭最終裁定前僱主敗訴，必須賠償合共25萬1千蚊，項目包括12萬蚊嘅精神損害費、9萬8千蚊嘅醫療費同補翻無理解僱嘅3萬3千蚊欠薪。雖然贏咗官司，但協助 Jane 嘅香港亞洲家務工會聯會代表就無奈咁話：呢個裁決雖然大快人心，但真係姍姍來遲，事主都走咗5年，家人承受咗極大嘅痛苦。而且最令人氣憤嘅係，前僱主一直採取不回應、不出庭、不理會嘅態度，即使早年勞資審裁處已經判咗 Jane 勝訴，可以得到3萬蚊欠薪，但到依家為止，家人都係1蚊都收唔到。點解法庭判咗勝訴都可以1蚊都收唔到？究竟係僱主已經離港，定係有其他原因？工會代表透露，喺香港嘅民事索償同勞資糾紛入面，法院雖然有權發出判令，但法庭本身係唔會主動幫勝訴人追債㗎。如果敗訴嘅僱主玩失蹤、玩潛水，
申索人就必須自己再自費，花大量時間去申請進一步嘅強制執行令。如果前僱主名下已經轉移資產，甚至全家人搬走咗或者離開咗香港，要追討就變得極度困難。對於一個基層外傭家庭，根本冇咁多資源去同一個無賴僱主追溯落去。好多人會問，如果最後真係完全追唔到僱主一分錢，香港有冇乜嘢官方基金可以幫助到佢哋？其實香港政府設有破產欠薪保障基金，但呢個基金有一個好嚴格嘅先決條件，就係必須證明僱主已經無力償債，即係要開展破產或者公司清盤程序。但呢個個案嘅前僱主只係不回應、不出庭，並唔係破產。除非外傭工會自費幫前僱主申請破產，否則根本啟動唔到破欠基金。而且申請有6個月嘅嚴格時限，呢個個案一打就幾年，早已過期。至於法庭判嘅25萬蚊殘疾歧視賠償，屬於民事精神損害。政府嘅破欠基金同埋工傷基金係完全唔保㗎。所以如果冇當初香港市民網上眾籌嘅近70萬 Jane 嘅醫藥費同佢屋企人嘅生活，真係會陷入絕境。呢件事正正暴露出香港法律體制對弱勢工人保障嘅漏洞。講完呢個令人心酸，打贏官司但拎唔到賠償嘅新聞，接住落嚟呢單新聞道出咗越知得多，有專業訓練嘅人越謹慎，越害怕知少少嘅人反而掉以輕心，膽大包天亂咁嚟。件事發生喺早前，有一對香港夫婦本身係香港居住，育有一個7歲大嘅兒子。因為外母住喺深圳方便照顧，所以太太懷上第2胎之後，大部分時間都喺深圳屋企養胎。佢哋原本計劃好喺6月9號返香港嘅私家醫院進行催生，連無痛分娩都一早預約好晒。點知計劃趕唔上變化，喺6月4號朝早，太太喺深圳屋企突然無預警咁劇烈肚痛作動，丈夫陳先生見勢色不對，立刻叫咗一架跨境7人車，打算直衝過關，趕返香港嘅醫院分娩。但一上車，太太已經痛到喊救命，要由丈夫同司機合力扶上車。車開咗一陣，陳先生幫太太檢查下體，當堂被眼前嘅場面嚇到大驚，因為女嬰嘅胎頭竟然已經出咗嚟。當時跨境車雖然已經開到去深圳灣內地口岸附近，但陳先生非常冷靜，佢判斷如果執意過關，太太絕對頂唔到返香港嘅醫院，於是當機立斷，叫司機即刻掉頭，改去最近嘅深圳當地醫院。而喺去醫院嘅呢短短10分鐘車程入面，陳先生必須喺行駛緊嘅跨境車車廂入面徒手幫太太接生。最驚險嘅係，呢位陳先生雖然本身係一名有近9年行醫經驗嘅政府家庭醫學醫生，但佢以前喺醫學訓練入面只係旁觀過，從來未親手操作過接生。陳先生事後接受訪問時直言，自己當時見到咁嘅場面，心入面真係好驚、好緊張，但當時顧得邊樣？好彩佢憑住專業嘅知識頂硬上，一邊托住女嬰嘅頭部，一邊指導太太張開大腿放鬆，配合子宮收縮吸氣用力。短短5分鐘之內，女兒順利喺車入面出世，仲放聲大哭。聽到哭聲嗰一刻，陳先生先至鬆咗一口氣，因為佢最驚個女出世嘅時候唔識喊、唔識呼吸。隨後車輛抵達深圳醫院，醫護人員即刻接手，用病床將母女送往產房處理。經過2、3日留院觀察，目前母女已經平安出院，女兒健康活潑。陳先生事後解釋，太太呢種情況屬於急產，由作動到出世只有2、3個鐘，其實隱藏住子宮破裂同產後大出血嘅極高風險，而且喺車入邊出生，初生 BB 好容易窒息或者細菌感染。好彩1星期觀察期內並冇大礙。被問到當時已經去到口岸附近，點解唔索性衝過關返香港？陳先生就笑言，連住條臍帶應該都過唔到關啦。佢十分感激司機嘅體諒同埋幫忙，因為成架車車廂入面都係羊水同血水。陳先生係事後俾咗司機一筆豐厚嘅清潔費，佢更大讚老婆好犀利。佢透露正係為女兒改名，或者會考慮加入一個心字，以紀念呢段喺深圳嘅出生奇緣。佢仲提到原本打算生完返深圳坐月，
因為深圳陪月性價比高啲，大約萬多蚊一個月，香港要2、3萬，所以稍後會繼續俾妻女喺深圳休養。大家聽完陳醫生嘅經歷，有冇聯想起 Save Danny 事件？呢單事件嘅父親曾先生自己只係識少少網上睇到嘅非主流醫學知識，聽過幾場自然療法講座，就自以為自己識晒，睇輕生產嘅危險性，竟然夠膽俾關小姐喺屋企自行生產。好彩小 Danny 幸運，冇釀成悲劇。呢兩個故事擺埋一齊，真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有時有啲事情你越知得多，越明白事件嘅嚴重性，越會嚴厲謹慎咁去處理。反而知少少嘅人會掉以輕心，知少少以為自己識晒，越害輕事件嘅嚴重性。陳先生係一個做咗9年嘅專業醫生，正因為佢知得多、學得深，佢深深明白急產背後嘅危險性同致命風險，所以佢面對呢一個場面會敬畏，會好驚、好緊張，並且喺關鍵時刻做出最理智嘅決定，即刻掉頭去最近嘅醫院，而唔係盲目衝關。相反，一啲知少少、以為自己識晒嘅人，因為無知，根本睇唔到背後嘅巨大風險，反而掉以輕心。所以話越有專業知識嘅人越謹慎，越無知嘅人反而越有虛假嘅勇氣。講完呢個驚險但結局溫馨嘅接生故事，最後要同大家講下大圍，睇一單發生喺校園入邊，令人非常遺憾而且充滿謎團嘅悲劇。事情發生喺尋日嘅清晨，地點係大圍積福街嘅一間小學。尋日朝早大約7:57，學校嘅教職員返到學校巡查嘅時候，發現有一名男子倒臥喺校園地面嘅血泊之中，奄奄一息。校方大驚之下即刻報警求助，救護員同警方接報趕到現場。經檢驗之後，證實呢名36歲姓薛嘅男事主已經當場死亡。警方隨即用帳篷遮蓋遺體，並喺現場展開調查。現場地面截喺遺下一對膠囊鞋。原來呢名死者根本同呢間小學冇任何關係，佢並非學校嘅員工，亦唔係家長。呢件事傳出之後，好多家長同街坊都好驚慌，議論紛紛，覺得現家校園咁唔安全，點解可以隨便讓陌生人進入？警方係校方嘅閉路電視所見，事主係喺當晚凌晨2點幾嘅深夜時分，獨自一人嚟到學校外圍，然後翻越校園嘅牆壁，潛入咗學校範圍。佢潛入之後，一直走到學校6樓嘅圖書館外走廊，直到清晨5點幾嘅時候，從高處墮下身亡。換句話講，佢係刻意喺深夜學校完全冇人嘅時候，翻牆入去輕生。警方隨後聯絡到死者嘅屋企人，得知呢位36歲嘅事主，其實近期一直受到金錢問題困擾，而且佢本身患有思覺失調，需要定期覆診。喺事發前一晚，佢喺屋企冇展露出任何異樣。冇諗到凌晨會突然翻牆入學校，警方喺現場冇發現遺書，初步已經排除咗被人殺害嘅可能性。雖然呢段時間正值7月初，部分學校已經開始放暑假，或者只有少數學生返學校參加暑期活動，但好多家長依然好擔心，凌晨2點幾，學校通宵竟然可以俾人翻牆入去。如果潛入嘅人係有攻擊性嘅暴徒，咁學生安全點算？其實呢件事反映出香港校園保安嘅兩難。日間有學生返學嘅時候，學校嘅管制一向都好嚴格，訪客必須登記。但去到凌晨深夜，學校基本關門，通常只有一個夜更保安，或者只靠電子防盜。學校嘅牆又冇可能設計到好似監獄咁有電網或者鐵絲網。面對一個全心要翻牆嘅成年人，深夜真係防不勝防。今日講咗咁多單新聞，由外傭患癌被無情解雇，到醫生丈夫在車廂中臨危接生，再到大圍男子深夜潛入校園嘅事件，每一單都帶俾我哋深刻嘅思考。生活充滿未知，面對危機，專業同謹慎永遠係守護生命嘅最後防線。好啦，今集嘅熱辣新聞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哋對今日嘅內容有任何諗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大家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